我说射弹珠啊！我讲去，我真正唔知咧。我真正唔知，第一个调就倒啊！我在点竹啊，啪啪！竹竹啊！我说灌蟋蟀呀！灌豆杯啊！嘿，阮家己讲大狗，我讲独杯啊，阮遐嘛讲大狗，嘛是有人咧灌大杯啊，嘛有人咧灌大狗，拢有啦。啊，我拄仔是讲灌什么？在咱灌啊！为山，为水，为玲珑，欢迎节目主持人蹦恰恰。大家一句话，我心情拢袂错。偶像，啊，亲爱的观众大家好哈，欢迎收看《画山画水画玲珑》，来讲台语世界通。我是恁的好厝边蹦恰恰，讲台语说台语，台语讲袂完说袂尽，台语一定要有台语文的专家，欢迎咱的郑安珠老师。画山画水画玲珑，有耍有唱有够强。大家好，我是安珠老师，欢迎收看咱的节目。大家的成功就是我上大的快乐。我拄仔听你讲有耍到底要哪写？这个耍啊，唔敢会是这字，华裔玩，敢会这字？就是这里啊，啊是哦，这华语嘛是耍啊，玩耍，你们那个耍哎。哦，歹势囡仔学袂写学袂哎得。呦，哪会？哦，你是来做顾欠的？你上高，你上高，你做顾欠的？要大家做一个参考。当然，今天爱用真温暖的态度来请咱的来宾自我介绍，用台语。首先，女士英语来讲 ，Lady First， 女士优先。各位亲爱的好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梁千玉。真有可能的代志，梁千玉天后教导，真有可能你就够贵，你敢来偌贵？别安尼啦，别安尼，因为最近吼，我有出一张专辑《多情蝴蝶》，这是甲我的小师弟陈随意做伙合唱的。台语够好啊嘛有人讲我是台语的公务人员，是因为我逐年拢出一张专辑，啊，这要送吼。碰恰恰碰个，多多指教，谢谢，谢谢。你家人出袂少艺人的吼。我林慧萍，哎呦，对，啊陈美凤、白冰冰，阮遮拢爱讲台语。哦，陈美凤、白冰冰、林慧萍，口号顺，口号无爱无爱，无爱无爱。不爱是啥？ ，no no， 哦 no， 我爱讲台语，哦不爱，哦对，大家拢足优秀的，谢谢。领导上好趁钱。阮兜安怎讲？出三个艺人，哦，梁千玉，对因小弟江志峰，对台语天王级的制作人，对，啊，搁一个佫一个江玉琴，江玉琴你本人江志美，江志峰的阿姐江志美。是，嘿你若姓梁，伊姓江，诶，明梁过江，其实我嘛是姓江啦，因为尾仔改唱台语你歌的时阵，尾个改啊？后来老师袂使讲尾啊，哟，袂使讲尾啊，哟，会使啦，会使啦，你只是吼，伊是安怎？拢要甲你徛啦。哦，真正真正。太熟了啦，阮两个是好朋友，敢若兄妹啊咧嘿。我十几岁啊，迄阵啊唱国语歌嘛，啊对拢录国语的唱盘，吼，迄阵啊是唱盘嘛曲盘，曲盘嘿对。啊尾啊唱台语不如卖熟悉的时阵，啊才落去改梁千玉，红甲真正吼是安尼啦，就是无红才改名。无你不如卖熟悉的哦，对啦，是啦，对啊对啊唱到两个过来当初不如卖熟悉。我毋是民邦选拢会唱咧，真的哦，你失恋的时候买唱啊，是啦，啊，家人人处人尊重啦，家人人迄口号阵定咧讲，家人露天穿雨满，熟啦，所以袂使唱好麦哦，无咧惊落雨的啊，啦。佫袂使唱遐讲。哎呀，家人佫会闪雨芳，一般人是会使，碰过去也袂使啊，会饮水。有时网来倒出来。喂，我即摆要来看你台语自我介绍到什么程度，因为你的名哦，我今日小看一下讲，来，请了。在下东中胜，哎呦，嘿哎呦，我是台南囡仔，我的籍贯是河南省
荷兰，台南县人，嘿，什么？荷兰荷兰省台南县人。啊，阮老爸是台南是荷兰，伊是河南省的，阮老爸是河南省，啊，阮阿母是台南县的，我的籍贯是南南配，嘿，我混血儿，我是安诺克，因为阮之前有讨论过，讲安诺克还是混血，这种是外来语，所以我是头调，我是南调的。嘿啦，用南的我嘛，自细汉拢讲国语，我连什么叫外省啊，甲外省人甲外国人我都分袂清楚。人讲你是外省人吼，我讲毋是，我是外国人。嘿，我当做外省人是外国人。哦。嘿啊，我毋是，我是台湾人。啊，迄当阵啊就拢台语一话拢袂晓讲，一句话拢袂晓讲安尼。一句话拢袂晓讲。啊，尾啊读高中的时阵哦，甲足侪迄个咱较讲本土语言的遮个朋友斗阵，啊，佮我爱看布袋戏。我的台语吼有淡薄仔正统，是为正统是为布袋戏学来的。哎，布袋拢专文言呢。文言的啊，足厉害，你来一段，来一段。消息必地彩云间，哎呦千里江陵一日还，两花原声提不住，轻舟已过万重山，多情一流，人一流，人情一流，多一流，一流诶！顺我接声，逆我接赛，把那个失败就是我的快乐。这期要出几号？伊迄演布的，报一下明白。我都摸，这足厉害。手布袋戏手，布袋戏我鼻孔，你现在到伫我面头前哦，先卡村，小大波。你看今仔我偌危险都好，拄有这厉害。迄个有一个大叔哦，什么王新奇的大叔。这个事情就不要再说了啊，因为这个节目不适合我，因为我一句台湾话拢袂晓讲啊，我讲出来落屎啊，绕亏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先来照啦，来照。拄好今个穿红衫，拄啊好。有行哦。卖当做穿阿夹克，拢是我李大师哈。今麦个干我隔离啊，够互你死啊！创什么物件你？好难哦！干什么东西？创什么物件？老师，今仔日变啊，你感觉因的台语听到？什么叫做将才？哎呀，伊要表演互咱看。真正咱特地咱学习，是，好。今仔日我应该是考袂到啦，过来要考讲吼，大家有法度安尼日常的物件，还是咱古早时代囡仔咧耍的物件，我用华语念出来，你用台语念出来，这款物件对两个来讲是小可代志。歹讲都要换讲，讲啦歹咪都要换。要开始后嘿，好来，心情休息不好时候礼拜，我说射弹珠啊！我讲我说我真正唔知咧，我真正唔知，第一个调就倒啊！弹珠，弹珠啊！劈珠啊！老师，叠珠啊，叠珠啊，叠珠啊，哇！放喺涂骹安尼叠。我说射弹珠啊！我讲叠珠啊！是。哦，叠珠啊！我说打陀螺啊！我讲拍干乐啊！你想遐久啊？嘿，拍干乐，会紧张啦！我看你那面足紧张的。嘿啊！我说灌蟋蟀呀！灌豆杯啊！嘿，大杯啊！有人讲大狗。阮家己讲大狗，我讲大杯啊，阮遐嘛讲大狗，不过大杯啊，甲大狗较无共款。哦，大杯啊是迄种较朴实的，迄叫豆杯啊。所以大狗是稀疏啦。所以有时咱讲灌乌龙啊，乌龙的小加。所以我是对的吼。嘛是有人咧灌大杯啊，嘛有人咧灌大狗，拢有啦。啊，我拄仔是讲灌什么？在咱灌啊，你灌年强就在你啦。我来卡落哦。好来。我说丢沙包啊！我讲蛋沙包啊！迄个我嘛唔知呢，迄款较早迄个查某囡仔有无？后一放假二放来，我昨上课哦，考完啊，迄都有。哎呦！来，所以他那有
算这唔过久我算哦，一放鸡，放鸡哦，放一粒，二二棒啊，三分开，四小拍，五打兴，兴六拍手，哎呦，七放西，哎呦，哦，九蒙片，嘿， 10九片，啊11拢翘起安尼。所以这叫做棒酸沙包，酸啊，话讲芡沙包，芡沙包要加芡掉咧嘿。刷包，生刷包。我说丢沙包啊，哎，我讲生刷包。所以我说踢毽子，我讲踢鸡毛，鸡毛，这毽子它他钱啊，啊，以早期是用当线当钱吼，啊甲北开，啊边仔咧用骹甲他钱啊，啊讲他鸡毛其实嘛有人，因为早期嘛有人用鸡毛做，安尼他鸡毛安尼，反正吼以早拢是足侪物件拢是家己创造出来，对对是要现成的嘿，诶，剩的物件家己做嘛，嘿对就踢钱啊。他钱啊，我说踢毽子啊，我讲踢钱啊，所以啦，我说竹蜻蜓啊，产妮吗？产妮，得产妮，这个问题就问题，一支安尼我对啊，得产妮。胖吧，别，那你到我遮拢足烂的哈。那边叫啥？得产呢，得产妮，产呢，弄有人弄会讲。使，弄会使。好来哦，丢你哦，真两。我说监狱啊，我讲监狱。这啥物件？诶，这日本人算的，咱尾仔对咧算啊，日月球。哦，日月日月球，因为算顶头一咱那日头吼，爱甲实，爱甲变化，日月球嘿，天丹嘛，日月球，我说监狱啊，我讲日月球。我说拍纸牌呀，我讲拍抓白，拍纸牌。你看那生抓白，我的什么？漂抓白，线红啊飘，圣阿飘，哦，红啊飘，早起应该较少算啦。有我有算过，真的。你莫甲讲你有摔跤过，哦，这个真正无啊，未来啦，看卖。我说拍纸牌呀，我讲圣阿飘，好，过来不要来，我说套圈圈呐，我讲8箍，咁子8箍啊，不可啊，就对啊，不可啊，对，来，行个这么嘢，其他购物的吼，来，我准备，我说竹块枪啊，我讲得逞，得逞，得个逞，对个得个逞，哦，真的哦，用个手铃安尼有无？我现在做过呢，佫会劈一个，佫会再弹手铃出去，吼，迄叫做得个逞。你面什么面相啊会？紧张，系啊，愈来做难的呢，做困难的。对啊，我说错了啊！我讲剁康啊！我讲剁康啊！吐对，我讲吐康，吐着啥物我讲吐件？着吐米啊！吐礼物，这早期日本人叫欧巴鸡。我我欧巴鸡，因为这是日本人传过来。啊，我感觉咧吐空啊吼，其实嘛会使。咱有足侪物件爱用台语甲翻看卖啦。对，吐空啊，啊，哎吐空，毋过吐空，是用吐还是吐用槽安尼较毋好。啊是用剁的剁康，剁空，剁空较好哦。系啊，嘿，今仔开始初的叫做毒康，然后意见的朋友才敲电的老师跟我无关系哈。剁空。嘿好来，不要来玩，2、3，我说纸风车，你这都难的呢。抓红车，刮风车，应该风吹脸啊，红吹链风吹脸。好来，卡来我红，吹链，我说跳房子，我讲跳厝，啊无跳街啊，跳厝的顶，跳街啊，跳街啊，对吧？跳街啊，跳街啊，跳泥，青卡街，因为跳是一支骹安尼跳的，跳你直边，跳来遮，跳去遐安尼，嘿，青卡街。 1、2、3、4，我说放风筝啊，这个简单。放风吹，对啦，你唔要讲我讲放风吹，叫我一样，还要放风吹。我说放风筝啊，我讲放风吹。我说捉迷藏啊，我讲碧小锤，对啦，我说骑马打仗，卡被修正，卡被修跑，小台吧，修台，骑马龙，
对，龙，徛马龙，卡贝龙，没听过吗？徛马龙，唔来，捌。什么龙？龙徛马龙龙，玲珑细龙，阿兄上爱骑马龙，龙爱叫龙爱人叫伊山大王安尼，对骑马打仗啊。对，起码徛马龙，啊，有啦，细汉咱有算过啦，安尼啦。啊，有人坐伫遮对嘛？对对，一卡一卡一卡安尼。原来这就是叫徛哎，马对对龙。对对，这是迄能迄个叫有什么什么做代？妈做会出事。对对对对对，哦。我说踢罐子，我讲他公啊，今是当当公啊，他当工啊就对啊。啊踢铜罐那个当工啊，当工啊，当工，是，来，我说跳绳啊，跳绳啊！跳绳啊，会使。我说踩高跷啊，我讲两只，大管，不是，管大，不是，管大是鞋啊，杯管，不是，两只，等乐卡，头前后壁，中间点插你，高大桥，伊唔对，大考，别告球啊！左先上慢，打跷啦，打跷，没听过啦，踩高跷，打跷啦，即摆嘛还有啊，做难的你计量嘛，佫足济啊，做难。这条就较困难。我说滚铁圈，啊好，谁踢？滚踢，口啊！滚踢裤，坑。我来讲，我嘛唔知。我来请问老师。练踢裤啊，练踢裤啊。练啊！所以你教阮真正有差，你较少年，阮两个较老安尼啦。哎呦，好卡在哦！这不是你的问题，这是因为你伤少年，哦，你看，还我一个清白啊，你看到？那你1,800，我替你3,600。我说纸娃娃，我讲抓 baby 抓昂啊吧，昂啊，抓昂啊，啊，娃娃叫昂啊哦，昂啊！布袋戏昂啊，啊，对。但是哎，哦，最后一条，好，最后一条。抢答吗？抢答吗？抢答好啊，抢答，抢答。好啊，要唱来啊。好。我说扯铃啊，摇手。无人会啊。Q 我有听过呢。 Q 连跟伊啊声音，啊， ，Q 连啊，嗡嗡，那我讲 Q 连啊吗？ ，Q 吧。我嘛唔知扯铃，人天后讲对啊，Q 零啊，这个可以。大话是讲 Q 空情啊，因为有时啊 Q 的 Q 的哦，哎 Q 空情啊，Q 零啊，这是这是无拄好约到的歹势。跟年纪无关系。啊，对啦。哇 Q 连啊，的妹，老师你也真做难。今仔日台语听多少关？足高啊。足够的吼。尤其看到李大师伫遐吼，哎呀，啊，甲天后安尼两个吼，实在哦，够厉害，有够速配，一个天龙，一个天后安尼。感谢陈老师。贵重，是，哎，一个假日，平家人趁到天气真好的时阵呢，啊，规家人安尼带出来耍啦，吼，啊，原本呢，规家人安尼讲生笑啊，讲甲足欢喜的，啊，毋过突然间为着一件代志，煞来弯起来，到底是啥物代志？咱继续来甲看落去。哇，安某呀。哟，来讲咱这些台湾观光咱做了真好呢，这所在讲安尼，哇，真好耍，你看嘛。对啊，我感觉吼，咱爱较接出来行行的啦，三不五时啊吼，你看哦，足好诶，这感觉，对啊，真水哦。这红英就是耶，爸爸来这会，来这会，耶！大家真欢喜的。对啊，就欢喜。哎呦，快点爸妈叫你要欢喜哦，我嘛就欢喜。哎呀，咱有闲哦，就安尼定定喊爸爸妈妈做伙出来哦，你知影出来行行对啊，你开车载阮出来。诶，时间嘛真活咧，我看吼，今日咱袂当。啊，你无挂表，无挂表，给我哪看哈？有啊，我就知影啦，你俩我迄个好。安怎啦？你是要讲啥？无啦，我是讲吼。即马已经5:05啊，对无？对啊，咱要转去进前，该买一寡迄个零散顿。哦，哦，你要给一个。好啊，系啊，来到遮无买物件，叫啥物件？哦，遮上较出名就是面包啊，胖。
米包啊，米包，安尼好啦。做一个人来遮佚佗，拢爱炸迄个米包等于。有影？人客啊，人客，来，看这个吼，来，阮遮有咧卖面包。奶油的面包，啊个叫cheese的面包，这种纯手工的啦，纯手工的，祖传三代。手洗无？有啦有洗啦，祖传三代，我第一代啦。试食，来，吼。来，食看卖，吼，看会到拢会使食吼。来，试看卖。你手洗无？哎，我先做。哦，这真在食了啦，拢无偷啦，好食啦，吼。袂歹。来，你买偌济？看买偌济？是。这安怎卖？这一个50块，嘿，啊你若买这我搁送你，嘿，来看买几粒？对，来，我讨论一下啦，吼。你叫我 A 啊？无啦，我爸，嘿，讲实在话吼，这间无够正统，嘿，这叫做面包一条街啦，嘿，后壁个这个人叫个啦，咱来到这个货比三家袂食亏啊，嘿。北京哥会使看呀？迄拢百年老店的，对不？歹势哈。来，你若要买胖，你找我就对啊。阮这条街吼，我这间上有名，吼，因为阮卖胖嘛，吼，啊卖胖吼，你若无胖吼，就唔是胖，这胖吼，看好看，啊皮吼，歹食。无啦，无你调讲了，你调讲了，我叫有特色的。等下啦，调讲了，看吼好看，哦，形象安尼足好看，啊片吼，哦足香，有无？其实讲实在话，你这吐司这款其实还好嘞。等下啦，不讲介好看。你个金牛角对啊，够红来收呢。对啊，嘿，食落吼，哇，要求好食，哇，嘿，我这坑200几年啊。200几年，坑200几年。不是啦，我是讲我的店开200几年。哦，店啦，传统的店。我对明条就开始咧做面包啊。面条呢？面条。做到青条鸟，你这奇怪哦，你唔是数学唔对，但是历史做歹的哦。无啦，你这做拢无读册，你袂当以貌取人。无啦，讲这个意思啦。你莫讲想讲我那外来物种就袂晓读历史哦，咱地球的历史甲迄个数学最厉害的哦。是啊，无代志，我唔是针对你哦。 400几年。 400几年啦，嘿啦，嘿无算清楚啦。唔是啊，什么？爱使试食无？哎，来，伊讲啊，佫唔要碰我，你敢食？我好犀利啊！你莫搞啊，你莫搞误会。来，吃。好了，讲看嘛，讲看。来，我先听就怕嘛呢。试食。哦，讲我不要。少年你来行哦。你这卖面包的看起来安尼吼，安尼唔食人敢唔食人吼，物件佫袂歹呢。食咧这真在，喙内面咧芳气拢佫甜的呢。迄头家人看起来吼，垃圾吼。啊，物件看起来，嘿啊，物件这无什么芳气真够。讲安尼无礼貌，你看起来太高尔。伊无听到啦，咱讲伊迄。我有听到啦。哎。 无咧足清气的啦，哦，这真无最清气。无菌制作面包啦，哈，是哦，无困的，无困的，做面包时拢无困，嘿，拢无困，无小狗。你咧这啊，不会，来，咱开一下会。讨论一下吼，咱讨论一下。实在话哦，你看哦，你家的红红的皮的迄香味啊，对不？巴蛋，那片无啊？啊，规拢互你塑料啊啦，迄旁边互你塑料。你看，别当你跑咧忙啊。好啦，你嘛分一寡互你是大坑的呢。哎。 讲实在话，即马哦，这化学的物件有可能吼掺足多。哎，这种咱食咧吼，爸爸迄对你的身体健康无好啦。真的哦，无啦，安尼个后壁经过看卖啊。哎，咱后壁更有较水的。哎呀，这上正统、上好食、上香的面包就伫遮。阮吼做面包的总铺师是对迄法国。 拿大，你有听过无？拿大学院哦，做甜的有无？做甜的来食，伊去遐留学转来做，你看这两塔，哎呦，两塔，你看，点看嘛，哦哟，这香的，哎，这造型那敢若乌龟，这真顺，食看卖来，食看卖，即马吼买10个。 我送你2粒无？送2粒，你10个？送2粒无？送2粒？对啊！哎呦！你10个送2粒？是讲你啊，头家你好，我讲实在话吼，无啦，你徛到边，徛到边。什么？哎，你即摆我是你某咧，你什么叫我徛边啊？等，人即摆买10粒送2粒啦，啊，这大优惠咧。送倒2粒。头家你送倒2粒。无啦，就是
我内面吼，我摕2粒出来送。安尼啊，是安尼哦。啊伊讲内面有2粒嘛，你收去倒位啊？无啦无啦，你家己看吼，哎呦这人吼比胖，看偏起来更较胖，更较对有味。啦人比胖，哎呀看起来更较水啊。嘿无买一斤买哎呦水，这拄则迄斤迄什么？这谁个出嘿？嘿，哎呦现在，哎呦，太误会啦！你看伊啦，那会安尼啦。来啦，安怎啦？我是因某呢，啊伊即摆看到伊安尼切过去，你是什么意思啊？你安尼哦，无规矩耶。是啦，食这间就对啦。我讲这间吼，才是正统的迄个好口味，啊，佮有犹太，买10粒送2粒，主要是吼，这头家娘生得有够水的，哦，你看到伊的身材，遮尔啊圆润、珠润玉润，你过去好啊啦，爸妈，过去头前迄间，行，咱去头前迄间啊。看到伊就像要食胖。哎，小姐，你今仔所有的胖吼，我甲你装包起来，好不好？真的啊！看你要，看你要加送我几粒你加数，你加数，你加数。你讲啥笑？你搁真正一动机。我来。哎呦，我查某囝遮水安尼，无伊是目睭脱汤了啦你。即摆是安那？哈，看到伊安尼，你恁某是倒遐无？对啊你看规拢变哈，我毋是被伊的美色所引诱，有美色。有啊，我渡边直美若天仙呐，你敢看袂出来？我毋知你目睭遮严重。阿弥陀佛。好吧，地球的心美观，甲恁我来心是无共款的，好吧？你看伊袂胖，就是爱生着这种的身材。杨贵妃就是这种型的，贵妃在世，呀呀，你甲点去！你我这个死囡仔你有够过哎分。呀，当恁某的面，当恁是大面，是大人面，甲你查囡仔安尼，会甲这查人哈，安尼点仔咧高低，你这种人根本就是猪啊贵做胖。啊，什么意思？都讲什么意思？第什么意思？还有第二句俗语咧哦。让客你卖走啦！嘿，哇！哎呀，头家娘啊，头家娘吼，你吼唔那是胖水尔，你人愈搁较水哦。啊，我要胖在找你安尼啦。对啦，计划免讲啦，今日后壁搁有后手偌济胖吼，阮总包起来。啊，看你要送我几粒。哎呦，让客人家好。我是你某呢，我即摆徛伫遐，你甲我当做空气哦。哎，你安尼敢会使啊？无大无细啊，你丢人爸，甲你我爸妈，你看你啊。你死呢？你嘛甲差不多。哈，安怎啊爸？哎，恁某遮水滴啊！哈，你来遮佚佗，看了这查，看这查人。嘿，你妈妈拜托的。水啦！袂输咧贵妃在世，美若天仙呢，咱娶某才娶这种的。你是遐看不要看啦，你无看我两个身水遮尔咸，遮尔水着，我两个才是美若天仙。你两哪有白眼？这摆是倒带还共款呢，阿爸，地球的心美观甲恁外来成就是无共款呢。系啊你，真正有够超过哈！当恁某面，当恁四大人，甲这查某囡仔安尼黑白来，你这个根本是低修唔达高修稳。哈？什么？低修唔达高修稳？好，集合。调，都有两句俗语咱讲出来。来，第一句叫做“猪啊贵做芳”，迄做就猪做咧饲猪啊迄种猪做，在食物件。贵做芳。第二句是“低收唔达高收稳”，收就是咧迄鸟啊收迄收。大迄树。低收唔达高收稳，来赞成这个正是第一句“猪啊贵做芳”的举手。一票，应该是这吧。现在你安怎想？猪仔贵主要应该是讲，别人的较好食，别人的，伊食别的较芳。你是这个意思吗？对，我嘛是这个意思。猪啊，对啊，就做。正经的啊，猪啊，迄个低调啊。低调是比较大的，低调是迄个。喂，你有饲过猪无啊？毋捌饲过猪啊。哦，对，咱过迄个做啊，过迄个低调了，咱就感觉。是别人会较好啊，对啊，家己出来。哦，啊，你两个无共款的意见。感觉应该是迄个低修唔达高修稳。
意思是，伊意思是讲，你家己的手爱先顾好，你袂当去，你高手爱顾好，你袂当去顾着低手，你去想着。无应该想到的代志。意思是家己的厝爱先顾好，唔好去顾着别人。啊，你家己厝内有一个某啊，你哪会搁去想着？你是讲我通啊？你看我讲这句，讲你假假死咧。唔是啦，唔是啦，我是想讲，难道咱请着第一本人来这该？不是，我讲第一名的老师本人，骗教授来甲阮解说。不要紧，因解说唔是我的代志。嘿，哦，要对唔对我唔知影。老师请解答来。第一句头已经意思差不多啦。猪仔过做芳，就是讲拢嫌家己的无好，别人的较好。这其实咱台湾俗语是讲啊，金庙欺神。啊，有时是讲妈祖行外庄啦，家己庄头的妈祖拢唔去拜，拢我要去拜外口的。这是讲无保守家己的物件啦。是啦。啊，若讲低修唔但高修稳，低吼，因为低调，他碰过讲低调，低调较大间，较属实。唔过我喺高修虽然会真正啊，唔过是我家己的厝，我家己去听惜。所以猪仔过做芳是欣赏别人。啊，低修唔但高修稳是肯定家己。哦，所以像这个竞赛看到水沼，讲到水沼，我感觉怪怪吼。老师，老师你有爱啊？因为这个竞赛吼，看到杨贵妃，就开始有一种家己无好，别人较好，迄叫水花伫别人床，水母伫别人房。该要嫌家己的，唔知影去保守家己。所以若讲照这个剧情搬来，应该是猪仔过做芳这句较适合吼。感谢大家拍一拍过来。谢谢。吟诗作文真趣味，这首应该是真趣味的台语诗。哦，讲到这，讲到这会安怎呢？就是讲无所不至，什么拢食的意思。但是其中伊可能有淡薄仔有小可有问题，我今日要请老师甲咱说明一下。所以有请这个梁天佑，发挥你家人的本色，麻烦你念一摆听看卖。讲到食，有毛的食甲脏水，无毛的食甲凊腿，有脚的食甲楼梯，无脚的食甲倒跪，有肉的食甲肉臊，无肉的食甲笨臊。啊，过来吼，拄着好食，拢占。这是拄着吗？敢若毋是诶。大项好康，拢要治，真正食重搁食甜，每个字应该押韵啦。如果这是铁，我有这个是泥啊。泥铁，但是因若是要治，个铁迄个音度，第四音度无压了无水啊。可能是泥啦，泥因为有一个对唔对？有一个手嘛。有请老师你来讲。有一个手。朴素朴语拢解说到真好啊，真的啊。伊可能我想作者可能想讲，若要拢要滴，拢要滴，因为迄更看大家惊较看无，所以用拢要捏，倒定捏干，哦，这较简单。谢谢老师，感谢，请去。会记哦，这头到捏哦。好。笨手，一两三四。有毛的食甲脏水，嘿，无毛的食甲凊腿，有脚的食甲楼梯，无脚的食到倒跪，有肉的食到肉臊，无肉的食到笨臊，大项好康拢要捏，真正食重搁食甜。谢谢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后回继续分享，为山为水为玲珑。